阵就是春家尔，嘿，只要破好灯了，伊就同去落。哦，老师，这我先先较边啊。我两个较无效，我两个先较边啊咧。你，恁家己找位啊。好，阮随时咧注意这支竹啊。哎，倒光无啊？等下就爱拖出来。哦，好好好。老师，你无戴安全帽啊咧？哦，等伊啊，等伊啊。等起啊，等起啊！安尼拖就是安尼。哦，竹啊要倒啊哦。过来哦，你这拖过来。哦，安尼就哦出来啊。哎，出来啊！对，出来。所以咱会当这么光啊？拖过。拖过。对，来，我拖过得了。位置那个。你无乖戴安全帽啊，我真会惊咧。我来替你做了。阿成，安尼我来做第二艰苦。阿成，你出代志我会甲你担，你莫惊。你阿成，我真正会惊。继续，真好，真好。这个时阵哦，就免搁出来了。嘿。安尼做拔河姿势。这不是呢，我拔河无安尼算呢。1、2、3。你得一直后退就对啊。来，恁搁较后。一直退来，一直退来。安尼，一直退。你也要来倒骹手。一直退。一直退。飞机哦。6甲当时的6甲1。6甲当时。6甲1，直接倒咧拖下旋就好啊。好，好。来继续。老师，飞机阿成。这里后壁有限制。哇，这边有，继续拖，行落。哦，这支有影长。哇，无简单呐，要起一间厝。哇，这一个人是要安怎舞？在倒啦，过来。你敢要倒？啊！摕，哦，老师，你起一间厝嘛，无需要这大支的竹啊吧？咱这个做的工作就是要甲这个尾测好标，固好标。测竹啊的感觉，我一开始吼，进前毋捌测过遮粗的竹啊，进前拢测较幼的。啊，这届测竹啊，阮是3个人咧做呢。啊，迄老师讲，以早一般拢是一个人咧做，安尼我感觉我真正是饲了鸡。你等下扛这段扛起，扛去迄个蜡寮遐。对。一个人。对，一个人啊。啊，会使。你是看伊是咱这个人才甲固好灯的，规矩就爱扛起。你讲一个人都是规矩，扛扛规矩。哎，我找到这个支点。中心点。啊，好，我较头前个。阿成。会使，来就。真厉害哦，男子汉哦。哎。其实这是我头一摆咧测竹啊呢，我自细汉到今摆拢无用过，我唔知影要做一个蜡林的工疗，遮辛苦着。一两，头一摆，真正。一两三。我感觉这袂顶。老师伊安尼怪怪哦。我这爱出去。真正的吗？爱家己厝顶过捡起哩哦。这两，咱1、2、3哦。好，我真正无法的。老师，咱甲倒骹手。老师看两个唔知在舞啥。老师。哦，老师这动缓啊，无咱3个做伙来甲捡起哩啊。 3个7块买啊。来，准备好哦，算3声哦。来，1、2、3，搁一个，1、2、3。哦，我顶动啊！搁一个2、3。哦，搁一个1、2、3。哦。伫迄结束了遮艰苦、遮辛苦的活动了，我感觉不管食啥物物件，应该拢是人间的美食。啊，毋过迄个蜡林的饭包嘛是互我印象真深啦。老师讲，迄是配方无一定家己夹的，所以迄就我想到，迄就是妈妈的魔法，就是不管啥物的食材，伊只要有爱，会甲伊包热火，就变成真好食的物件。我对阿嬷的时阵，阮阿嬷搬出去啊，所以我对这是无印象。完全无伫遮大的。所以是大汉了，那个搬倒来遮。了20几岁、20通岁才倒。啊是啥物迄个动机，互你想要搬倒来遮？因为迄届是我知影我是师奶啊的时阵吼，就是对家己文化语言是最有兴趣啊。因为我看别原住民吼，拢了啊是足侪文化、足侪故事通讲。拢规套有规个系统安尼。对。啊，咱哪会敢若拢无听人咧讲？嘿。我就倒来开始咧敲吹啊。哦，咧吹的时阵就看到咱即个状况，就是讲，这无少年人真袂善。有影，迄个文化若无少年人去传承迄个，慢慢的拍胖钱啊。对，无去啊。啊是讲这文化遮侪项，老师是为倒一位开始安尼捡起来？对语言开始。语言。因为这个西雅的语言哦，
讲坦白的，是有150档无人咧讲。切酷，咱就根本就无咧用这个语言啊嘛对，吼。毋过咱一寡长辈啦，有一寡阿公阿妈，伊咧讲这个语言的时阵，伊毋知这是西拉雅语。哦，会掺咧讲安尼。伊就当作讲这拢是迄个台语啊，啊，迄个口头话安尼啦。哦南社会规个南社会融合。啊，毋过煞对外口人讲，啊，别人就听无。咱才知影讲啊，咱这个就是西拉雅语。所以是安尼一点仔一点仔甲吹转来。个吹得真幸运啦，咱是伫400年前、400当前，就有一个荷兰的传教士来到咱台湾，伊就甲咱的圣经啦，拢翻译做西雅语。哦，所以会当咧对照来甲伊吹转来。对，有拍一个基础了，150当前拄好，迄阵玛雅过来，咱看着伊的时候讲，哇，这就是咱传说中迄个红毛亲戚。红毛的亲戚。好朋友啦，咱大家不同人的啦。所以伊嘛对遮开始行入来，了拢受到咱西雅的欢迎安尼。哦。你感觉老师嘛介重要呢？其中一个。等下，手机啊，你即个无听着，耳孔真好哦。来看卖啊，继续去找一位姓马哦，买物件买。啊买。买迄个传统的家族的名就叫做达加罗麦。达加罗麦。对，达加罗麦。啊，迄阵要换做汉姓的时阵，就叫上尾一个音麦。达加罗麦。麦。达加罗麦吼。麦。好。遮真正有大蜡林你遮吗？应该有啦，我看到有听到狗仔声，蜡林一定有饲狗嘛，无要拍蜡，对不对？嘛是讲啊，因为要甲伊斗找动物啊。好啦，咱来看卖。你有看到？咱的导游。紧看。扫一下。我来扫一下。快点扫。快点。这就是关注马清乡的厝。马清乡，就是咱要找的蜡林嘛。啊无，咱入来甲看卖。遐有一间厝，咱来看卖迄个。敢有人？你好，阿哥你好。请问敢是马清乡先生？啊，马清乡。你好，你就是传说当中的蜡林。系啊。啊，你摕刀啊要创啥咧？我摕刀啊，我出来哦。哎呦。真正啊，安尼？剁鸡剁鸭剁鱼剁肉剁粉饺剁放假拢好用。这台底的溪毛。又讲入毛的就对啊。你若真正要甲山顶车平，这个短啊，尔敢有法度？哪有够啦？我是看到阿公遮真侪物件，真侪家私的。还个德哥倒菜刀的。都出5块管。5块。5安尼家丢落吗？对。插对头落。好。都出5管插落是，对只会死。好，阿公今摆咧教撇步，江湖1点悬。阿公你今摆佫有咧抓吗？佫有咧抬山猪？少啊。嘛是会啦，嘛是会讲少啊。这除了刀啊，佫有其他真侪无共的工具呢。阿公试一下。这就阮老爸留过花的。啊，这支偌久啊？这支都100几担。100几担？团3台啊！啊，你有佫团落无？哎呦！看卖啊！你看啊，是阿公呢。对，阿公你遮。啊，所以你做这本册是为了要传承这个文化的对啊。对。哇，啊你拄啊，册我拄啊看这是啥物啊？这是用水管去做的吗？这是要练啥物动物？电功夫。迄个是沙地啊。沙地，阿公带跟人试看卖啊。我有一个沙地朋友叫做阿成，跟人行看卖。你莫甲我卖小孩哦。试看卖，等下水试。看起来不哩啊简单，安尼就有法度。我是感觉真困难的。钓几只山猪100外斤呢，阿公。这种功夫啊。200瓦。是啊。下就是安尼甲下，乌落空啊，就啲乌落啊。好啊，妹，啊拢唔知影，看未？出一寡叶啊，看袂出来安尼。头条啊下咧。嘿。我即摆来得。阿公买。来，你无紧我要互你撒。嘿。你安尼。伊骹就缩起来啊。其实讲我本来真正唔知影西拉雅因有蜡林，
而且唔是讲拉林，是阿公有甲阮讲，这因拢讲叫掠山米啊。我拄仔上界有印象的，除了迄刀啊足来以外呢，就是一个竹啊做的卡啊，而且伊讲迄是伊做兵的时阵就做的，迄个卡啊已经留落来，已经要50吨啊，我感觉真正足厉害的。拍啦啊，慢草药啊，即马传承的少年家敢有？敢有？少年啊，无要像阮这辈的呢。哦，无人要做拉林啊，生活的。偷掠啊，讨掠。阿公，你敢伫山顶拍蜡的时阵，敢有受伤过掠山米仔的时阵？加减吧。所以每一个掠山米仔的人，拢有一个故事啦吼。你看伊的，算讲真危险的职业啊！啊，以前为着要生活。较早就是拢安尼啊。等下阿成，我的手机啊，拄仔收起来呢，即马水搁咧叮当有啊。线索啊！后一关两位请前往好汉坡。速紧啉你，速紧甲阿公过世啊！阿公，咱先来去啊！阿公，感谢你的交代。干杯一下，干杯一下，干杯干杯！阿成，咱今晚是要行去倒位啊？这条路就矮呢。你遐细机呢？你遐细机？哎呦，这路就无摇。袂使呢，爱注意呢。咱出来佚佗，头前人，盖面色哦。老师，老师，咱就是要找这好汉坡啦。好无简单，才去看下你。汉坡啊！真无简单，佮行来遮。啊，这搭车就是互恁沿路咧体验，吼，啊，沿路恁应该是看到足侪物件嘛，吼。你来讲嘛对，系啊。啊，来即摆来遮，啊，咱就体验一下较早祖先吼，你行山路，上山到溪谷，这个感觉。辛苦的过程辛苦的过程。原来你有这个用意啊！啊，你即摆就要收来去啊嘛？行，会当行。好，行，互你带落，你即摆袂让阮放啊你遮。哦。所以你即摆是要让阮带去倒位？好汉坡哪里遮啦？这就是好汉坡啊！老师，以前这顶亮化。以前先民行这条路，拢身躯顶拢排啥物件？排水。海水。排买物件。哎呦喂啊！看着天啊，看着天啊！咱遮。出像哪？迄个就是三角点啊！咱总算到啊！山顶啊！哇！上悬的所在啊！遮。好无简单。你石头啦！其实这搭遮的看看吼，你会当看到，像这顶教会啦，啊这顶街啊啦，啊你若直直搁甲对过，就是迄落草山离寮迄边。但是这边这搭遮看起来，吼，迄落樱空啦、新市啦、鲜花，啊山上拢看会到。这个点是渔港，咱的先民吼，入来到遮，第一个就是讨掠山米啊，这山顶的迄落山米啊较济。啊第二个重点就是讲，伊平地迄搭遐拢会饮水。啊，所以讲因潜沙来，即搭遮较悬，吼啊离水嘛近啊，嘿啊，所以因来自即搭遮安居乐业，即搭遮物件离汉人的所较近，所以讲汉人的物件来到遮拢第一条线，嘿，拢第一批客到的就是拢即搭遮的人，啊，即搭遮的人当佮交易入去到山内，嘿，啊是因山内担物件过来到遮，嘿，啊，就是拢离即条古道的情形。老师真好呢，咱安尼一路冒险到即阵吼，原来你就是要讲这故事哦。对，一路啊行下忝懵忝啊，嘛是真趣味啊。对啦，啊，这就是一个过程啊。你若唔知影，咱即摆道路足好行，但是你若唔知影，咱古早人安怎行，咧行啥物路，你唔知影因过程中，你潜水的过程中，迄种痛苦，迄种不得已。真正足感谢的啦。系啊，我一段路安尼行来顺顺利利。平平啊，咱无人受伤，安尼就足好的啊。新闻也辛苦。是啊，无啦，感谢老师无以前带的人辛苦啦。对，好啦，老师，安尼阮两个差不多好来转啊咧。这关结束。系啊。佫有一个提示互恁的啊。够，刷来提示。刷来，咱是要去炸国小，这是一个任务。目沙国小。阿成，你毋是音乐家，你应该看有吧？无啦，这哆来咪我看，我是看简谱，这2、3、4、5你安尼嘛伤无专业啊？是讲老师，这是讲这目沙国小爱往倒位行？咱迄边，
迄边哦。对，好啦好啦安，尼老师，阮就先来下一关。好，加油！感谢老师，拜拜。老师再会。行，嘿，目沙鼓手应该就是顶吧，运动场。有看运动场。奇怪，啊是关注的米倒位唔啦？知。诶，手机啊，搁咧亮，有听到？有啥音？关注就伫国校校内面，找着关注就会知影即个人物。啊，伫内底，你有听到有人咧唱歌？有啦，啊，就唱诶。诶，紧，伫倒位啦？啊，晓啦。打，啊，甲等我一个哦。你好。你好。这个囡仔的呢？请问咱敢是？阮小串起来。你小串者，请问有摕到人物爱来木沙国小啊？请问你敢是咱的关注？恁是要来找线索对无？对，安尼我就是关注。啊，原来是关注代理。哎，请问咱安怎称呼啊？我叫李娟老师。李娟老师。老师你好。你好。老师，所以拄仔囡仔咧唱的，就是咱这条歌吗？对啊，你有听到因咧哦吼，这就是阮练习的歌，传足远的。足远吼。真好听的呢。恁今仔来就是爱有任务，就是爱来学这首歌啊，嘛伤困难啊吧？够法度，够阮听一届。你要搁听一遍？好啊，安尼咱搁来唱一遍好无？好，来哟。加油！来。哦。